200丈深的大盆里装满芝麻。巨跑地狱的每100年从中取1粒芝麻，这样将所有的芝麻全部取完，巨跑地狱的众生的数量方尽。其余的地狱以此比上面的增加20倍，数量越来越长，痛苦越来越强。即泡裂地狱的数量是巨跑地狱的20倍，挤压地狱的数量是泡裂地狱的20倍。依此例推，在相续中如前一样观修那些地狱的痛苦，并观想，如果在此人间冬季里裸体在外面停留一刹那，也无法忍受寒冷的痛苦，更何况身在那些地狱里，又如何能忍受呢？所以应忏悔自相续的罪业，防非止业，并对身在地狱里的有情升起大悲心，如前一样，以加行、正行、结行圆满而修持。哎呀，果萨利称的这个是数量嘛，它的那个数量寿命的时间果萨利称的就是要用过去呢，就是没有那种称嘛，所以粮食就是用一种容器来量就是一个很大的容器，相当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可以现在的话就是怎么大概应该可以怎么形容呢？就像我们拿一个盆子呢，就是可以人这样拿着的时候就可以比较容易拿的，就像大概可能就是20斤可以装20斤米的或者是50斤米或者20斤米好了，20斤米的一个容器。那么这样这个容器里面呢那样的容器里面就是装的就是20斤的米嘛，这里面装满芝麻的话，那可能很多芝麻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这样的容器就是20个20盆装在一个容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就像刚刚那个20倍嘛，20倍的大的一个容器里面装满了芝麻，然后这个装满了芝麻以后呢在那个巨泡地狱的它的那个每100年我们从中拿一个芝麻进来，它的每一个100年再拿一个，到最后所有的芝麻都已经拿完了的话，那个容器是会空起来嘛？那所以这个时候才是巨泡地狱的怎么说呢？它的寿命的时间才是会结束了，所以那个时候才是它从巨泡地狱里面脱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寿命的时间，这些用我们人类的计算就已完完全全就人类的时间计算方法来推的话，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推算，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就只能是说就是无量无数的时间，已经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是不要说是20倍，只是一个怎么说呢？现在目前如果是说我们就能够可以装20斤的大米的一个容器，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有多大。这里面装满芝麻的话，一个人的不要说是巨泡地狱的100年，人类的100年才拿一个芝麻出来的话，光是那种小小的容器里面的芝麻会有多少，要等到多长时间才会弄空？不是1天拿一个不是1年拿一个，也不是10年，就是每100年拿一个，每100年拿一个，到什么时候才是会空啊？所以就是根据这个，然后我们就是下一个的
所有的其他的地狱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比一个比一个长，都是会20倍、20倍、20倍的话，到最后的时候根本就是无法形容了。所以呢，就我们要知道这些众生，就是像一个人在作为一个人类众生的过程当中，作为人类众生的过程才是多少年？所以很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如果是不断的造业的话，马上可以做成，可以投生这些地狱的因果。所以呢，在人类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一直不断的造业的话，像比如我们经常看得到，就是每天都是以杀生为工作的，而且是在以杀生为靠生活的那些，跟一般的就是普通的人或者是修行人这3个分别。那这一生当中修行的人，他没有去杀生，也没有去做太多的恶业，一样的过生活。也有很多人没有造太多的业，也没有修太多的善业，一样过生活。那有些人一整天都是在造业，从小到大，整个就是家辈辈都是造业，有杀生而生活的那些人，他一样也是过生活。但是这3种人的生活，在人间来说的话，就是哪一个人的哪一个这3种里面，其中哪一个才是最幸福？真正的去看的话，就分别不出来太大了。刚是所实践的生活来说的话，谁才是感受到在这个人间感受荣华富贵一天都没有任何的痛苦？那有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一直不断在杀生的那些人，有的时候也是过得比较快乐，有的时候也是过得很痛苦，但也是不断的在努力。但是心里的压力跟负担各个方面都是有对这个金钱跟生活的追求跟希望、欲念、贪心、嗔恨心，全部都是一样的。那么就不造太多的，也不杀生，或者是在平常做正常的这种生活的，像比如说以工作办公这些来说的也是正常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修法，没有什么太多的造业，也没有做太大的善业，这些来说的话，他也一样的在生活中的实践的需求感、快乐、痛苦，全部都是同样的。那么修行人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修行人来说的话，也是生活上也是有一定的需求，然后也是有一定的快乐，也有感受到一定的痛苦等等都有，差不多，但是也是到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如果是从实践的角度，现在完完全全这3个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么到最后再过了这一次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那最后我们下一世投胎到什么地方，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的。那在整个的就是在一生当中，都是从小到大都是靠杀生为生活的那些人，那就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在佛教当中所讲的就是一个众生的当他的出生到死亡的下一世投胎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分别为就是6种中阴嘛。但这个6种中阴当中呢，就是我们生出中阴，就是现在活着的时候，那么这其中就是有梦中中阴跟禅定中阴，还有临终中阴那么临终中阴跟实相中阴这2个是相当就是接近的，就是会交替出现的一个时间但是在实相中阴跟还有业力中阴这2个都是在人往生以后的749天之内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些在这一生当中造业严重的那些人来说的话，就临终中阴以后呢，就不会再有实相中阴跟业力中阴这些不存在的，直接会下地狱的。而且下地狱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刹那之中，就是闭上眼睛就会下地狱了所以就不需要太多的区隔所以修善修得很好的，就是修得非常好的这些来说的话，也是不会有就这2个中阴的存在就像人家一闭上眼睛就会成佛，或者是会投生到怎么说呢，
西方极乐净土，或者是诸佛菩萨的净土，或者是投胎到这种其他的天道等等，这些也有，也有实践法的功德大，或者是怎么说呢？那个出实践法的功德大，这两个是来说的话，就以这样的区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想，我们做人的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一切都是为自己，不顾一切因果那么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自己做。所以今天如果是有一点点的不开心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自己过去有多大的恩德的一个人来说的话，也是不顾他的一切的恩德，然后也是没有任何的包大之心，而且是要看一切都是以现实的方式去过。这样的话，那你看看有没有用？我们要好好的仔细的去想。那么这些来说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殊胜之处。那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就是，知道这些的后果，也是我们也如果是搞不好的，也会遇到这些的困难和这些的后果。所以感受到这些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讲的课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认出巨泡地狱或者是八汉地狱，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意思吗？那个不是，到了那个时候那已经没有用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生死轮回是从无数的时间以来到一直，我们都是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那么而且以后我们能够可以改变这个轮回，而且是能够可以在自己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的方法，就是在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等一切追随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这个佛弟子嘛，上师善知识嘛那么在如同菩萨一般的巴智仁波切给我们讲解了这样的一个著作了一个这样的一本书，让我们学习这个，它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人身自由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好的修持。现在我们的时间是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并不是属于他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苦役三门一切的决定都是要有自由的。这个时候我们好好的去放下一切实践的这些，说是更加的就是我们必须的要针对就是那个消灭自己内心当中的贪嗔痴五毒烦恼的，以这样的一种智慧用智慧来，我们要好好的修持佛法，我们好好的就有怎么说呢实修这些地狱跟入道轮回的这种痛苦，都是怎么说呢？想要严厉这些痛苦的一种心来好好的修持佛法，要有这样的想法。自本作人着康着